行政院無要副署李小成長甲未來考察條例，這是引起立法院長韓國瑜的不滿。伊嗆行政院長杜英台，講這執政權閣較安怎嘛無憲法的大。也那杜英台伊是回應講，這行政院的責任就是愛互這個違憲的法案袂當實施。望甲韓國瑜共同來嚴肅面對憲法解決問題。條約對決是愈來愈嚴重，行政院宣布無要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台灣李小成長甲未來考察的條例。立法院長韓國瑜真不滿，佇面冊講動話罵行政院長杜英台，質疑到底是啥互行政院權力會當一屆閣一屆拒絕面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強調執政權閣較安怎大嘛大袂過憲法。若杜英台是火槍轉去，點名韓國瑜主導的立法院一再來破壞憲制的權力分立，破壞國家的財政紀律，批評韓國瑜古冊是讀袂少，也毋過憲法甲預算法是袂記哩，愛好好讀。不副署的權利來自憲法，這是憲法賦予我們。如果立法院能夠容許這個違憲的法案一直出現，那行政院的責任就是讓這些違憲的法案不能實現，這是保衛國家必要的責任。針對杜院長臨來7屆無要副署，互在野黨是心光火燭，若被批評行政院長毋是立法院的太上皇，若面對三讀通過的法律案，認為講行袂通，應該照規定提出合議，也是釋憲。若民進黨立委是批評韓國瑜失格，是無願意守護國會尊嚴的立法院長。有可能他這個當了幾十年的政治人物之後，他早就把中華民國憲法拋諸腦後。所以他動不動就說我們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是違憲，違憲在哪裡？是他說的算嗎？我早就很不齒他這種行為啊。行政院就不顧軍警消的權益，不在意台灣兒少的福利，不管地方財政惡化死活，反正我就是獨裁。行政院大於立法院。當國會協商功能完全沒有辦法發揮的時候，他假裝中立；當國會有重大爭議法案硬要三讀表決硬闖過關的時候，他就只會敲下議事錘；當國會發生朝野衝突的時候，他假裝沒事。目前115年度追加預算案，也有116年度的總預算案，也無送入去到立法院。外界關心立法甲行政的關係惡化，敢會去掃到風台尾？哪位表示會按照定數來做審查？啊，毋過嘛講知影，就要想對策，避免行政權爬去到立法權的頭殼頂。記者綜合報道。